Reed Sheppard 最近喺後斯頓火箭嘅表現都令人關注。呢位2年級後衛喺今季大部分時間都擔任後備角色，但喺教練烏杜卡最近嘅變陣中，佢連續2場被安排上正選陣容，分別係對亞特蘭大、鷹隊同邁阿密熱火嘅時候，貢獻出極為全面嘅攻防數據。呢啲表現唔單止幫助火箭取得2連勝，更讓球隊進攻端出現明顯轉變。從數據上嚟睇 ，Sheppard 喺呢2場比賽中，合共得到37分、18助攻、5偷波、2封咗，並且只有極少失誤，正負值表現突出。佢嘅上場時間都穩定喺30幾分鐘，可見教練對佢嘅信任都逐漸增加。當然 Sheppard 嘅崛起都並非一夜之間嘅事，而係建立喺賽季嘅調整上。同時佢嘅防守端仍存在明顯缺點，都仲需要球隊整體體系嚟彌補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莊子嘅籃球，我係 AI 莊子。最近真人莊子屋企有事，錄唔到音，我 AI 莊子都會出來撐客場，等莊子回歸。今日我哋就先嚟睇睇火箭嘅潛力後衛 Reed Sheppard 嘅表現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就嚟睇睇。我哋先嚟睇睇 Sheppard 最近嘅得分技巧。喺對鷹隊嘅比賽入面，佢正選出戰24分55秒，射籃10射5中，其中3分7射4中，得到14分，外加4助攻、1偷波和2封咗，正負值高達正23。呢場比賽，火箭以117比95大勝對手。Sheppard 嘅3分投射都成為關鍵，佢喺外線嘅出手選擇精準，多數來自無球跑位後嘅接球投射，或者係擋拆後嘅快速釋放。Sheppard 嘅射姿保持大學時期嘅形式，腳步穩定，弧線高又柔和，讓佢喺面對鷹隊防守時能輕鬆命中，多球遠距離3分。而佢嘅得分不單只限於外線，仲包括中距離拋射同突破上籃，喺面對熱火時更為明顯。嗰場比賽佢出戰36分37秒，投射12射8中，3分8射5中，罰球2射2中，得到23分。值得注意嘅是，佢嘅5球3分中有多球係來自運球後嘅後撤步或擋拆後嘅急停跳射，可見佢都唔只係一位純射手，仲係具備一定嘅運球創造空間能力。Sheppard 嘅得分效率係今季正選期間維持喺高水準，場均約16分，3分命中率介於41%至46%之間。呢啲數據都係得益於佢對節奏嘅掌控，能喺防守注意力分散時捉住機會。相比新秀賽季嘅起伏不隱，今季佢嘅投射穩定性大幅提升，都成為火箭外線火力嘅重要得分武器。除咗得分 ，Sheppard 嘅組織能力喺最近嘅比賽中都展露無遺，尤其係對熱火嘅123比122險勝中，佢送出生涯新高嘅14助攻，且全場零失誤。呢項數據唔單止刷新個人紀錄，更直接激活了火箭全隊進攻。Sheppard 喺場上扮演節奏控制者嘅角色。佢不佔據過多球權，而係透過精準傳球，讓隊友如 KD、Alperen Sengun 和 Amen Thompson 輕鬆得分。就好似佢多次利用高位擋拆後嘅視野，將波傳至底角或罰球線，讓 KD 獲得空位3分嘅機會，或者係讓 Thompson 喺內線完成終結。佢嘅傳球決策快速踏實，避免咗過去火箭常見嘅持球停滯問題。根據賽季數據 ，Sheppard 正選時，火箭每回合進攻得分可達 1.49 分。遠高於佢唔喺場時嘅 0.81 分，都反映出佢嘅組織能有效提升球隊流暢度。喺對鷹隊嘅比賽中，佢雖然只有4助攻，但每一次傳球都精準到位，幫助隊友完成快攻或內線配合。整體而言 ，Sheppard 嘅組織風格低調高效，佢擅長喺防守壓迫下到傳球機會，讓火箭從過去嘅單打獨鬥轉向團隊進攻模式。賽季正選12場，佢場均助攻約6次。失誤控制喺低水平，都是佢組織潛力嘅證明。而喺防守端 ，Sheppard 嘅表現同樣都係值得講講嘅。喺對鷹隊嘅比賽中，佢貢獻1偷波同2封咗，正負值正23，可見佢喺場時火箭防守端都可以壓制對手。佢積極嘅協防和偷波意識都係亮點，多次預判對手傳球路線，完成偷波甚至係封咗。對熱火時，佢更進一步送出4偷波，全場防守積極撕咬對手後衛。偷波數據都佔全隊大半，佢嘅防守風格依賴敏捷性同籃球智商，而非純粹身體對抗，讓佢喺輪轉防守中能有效干擾對手。然而客觀嚟講 ，Sheppard 嘅身體條件單薄，橫移、速度同對抗能力仍不足，
容易被對手點名單打。但儘管如此，佢嘅積極性和團隊防守貢獻就像幫助 Thompson 專注內線，讓整體防守並未大幅下滑，反而透過進攻端嘅壓力間接減輕防守負擔。個人單防一般，但協防和偷波都能為球隊帶來額外價值。Shepherd 上正選後對火箭嘅影響，亦是今次表現中最值得深入分析嘅部分。今季當佢正選時，火箭戰績達到10勝2負，勝率高達 83.3%， 其中客場7勝1負，場均淨勝分約 10.4 分，總淨勝分高達125分。呢啲數據都遠好於佢後備出場時嘅表現，可見佢都已成為球隊嘅 X Factor。具體而言，佢嘅正選直接解放了多名核心球員。首先是 Amen Thompson， 過去常被逼持球主控而效率低下，而家回歸鋒線位置，專注籃板、防守同終結。近期2場分別得到14分同24分，外加18籃板同絕殺補籃。Thompson 嘅場均數據喺 Shepherd 正選後都有着明顯嘅提升，進攻籃板增加，進攻端不再被聯防針對。其次 KD 受益最大，佢不再面臨無盡包夾，單打空間拉開，近期2場3分命中率高，多球都是來自 Shepherd 嘅助攻，生涯總得分更喺呢段期間超越 Michael Jordan， 升至歷史第5。KD 喺場上能輕鬆接球得分，減少持球失誤。Alperen Sengun 同樣獲益，佢同 Shepherd 嘅高低位策應更流暢，內線進攻效率上升，整體球隊進攻從過去嘅便秘式轉為有更多嘅空間同更立體，三分威懾力和傳球流暢度大幅改善。此外 Shepherd 嘅正選也改變了火箭嘅陣容搭配，烏杜卡過去偏好5高或5鋒線陣容，強調防守，但 Shepherd 加入後，球隊轉向更現代嘅空間打法，容忍一定防守瑕疵，以換取進攻收益。Eason 被移至後備後，效率反而提升。Jabari Smith Jr. 獲得更多外線機會 ，Aaron Holiday 等輪換球員都能發揮作用。數據都顯示 Shepherd 正選期間，火箭進攻節奏加快，射籃命中率接近 50%， 全隊都受益於佢嘅拉開空間同傳球。當然，客觀分析，這種影響都並非毫無代價嘅。防守端因 Shepherd 嘅弱點，球隊偶爾需調整策略應對聯防，但進攻端因為 KD 和 Thompson 嘅解放，都得到明顯嘅提升，亦明顯蓋過呢啲防守瑕疵。烏杜卡嘅變陣雖然嚟得較遲，但數據證明呢個都是個正確決定。Shepherd 本人心態低調，從新秀季後備到如今正選，從未抱怨，默默加練射籃和組織，呢種務實態度亦間接提升了球隊對佢嘅信任。回顧 Shepherd 今季整體季績，更能理解其近期爆發嘅背景。新秀季佢只能出戰52場比賽，場均 4.4 分 1.4 助攻，投射命中率 35.1%， 季後賽機會更少。今季前71場場均 13.5 分 3.4 助攻，三分命中率 39.3%， 但表現起伏不定，直至最近正選後先穩定爆發。過去20場佢場均 16.3 分 4.6 助攻，三分命中率 41.9%， 真實命中率 61.3%。呢啲數據都顯示 Shepherd 嘅成長，尤其喺組織和得分端，已展現全明星潛力。佢唔係完美控衛，控運同傳球本能仍有進步空間，身體對抗都需強化。但作為探花，佢嘅投射天賦同智商都讓佢成為火箭1號位嘅最好內部解決方案。總體嚟講 Shepherd 最近嘅攻防表現都證明咗佢有能力成為火箭未來核心後衛。佢嘅得分技巧融合外線威脅同內線創造，組織能力盤活全隊，防守雖有局限，但積極性彌補不足。上正選後嘅影響更為深遠，不單止帶來10勝2負嘅戰績，更改變球隊進攻體系，讓 KD、Thompson 和聖安等球星發揮最大價值。當然，客觀而言，烏杜卡仍需持續觀察佢嘅防守適應性，球隊都可能喺季後賽面對更強對手時需額外調整。但從目前數據和比賽內容判斷 ，Shepherd 嘅崛起是火箭重建嘅重要里程碑。未來若能穩定正選並繼續成長，火箭嘅季後賽前景將會更為樂觀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記得俾 like 訂閱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